上师言教的，在共同外前行当中的，那么在13页跟13页的讲解的后段，然后在我们平常在听法讲法的一切前行都同样的，我们要为一切众生发心，要了知一切众生在六道轮回当中呢，一直不断的在痛苦，所以我们要能够可以在度化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究竟佛果位的一个原则下我们就要学习普贤上师言教，然后我们要度化一切众生，以这样的一个发愿。然后同样的呢，就是有我们听课的所有的听课前面的前信我们所需要断除的部分跟所要具备的一些条件都是要具备，然后所要断除的部分一定要断除，再从起心动念上面，那么就是断除一切为我自己而所发的所有的愿都是不如法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这里听课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教的修行者，一切为他人发菩提心，一切为所有一切众生而发菩提心的一个这样的起心动念的下，我们可以在听从此普贤上师言教的殊胜的课。所以上次我们讲到，今天可能是你们的那个八本的课本的第100页是吧？对。第100页另外，虽然违反习外的学处，也会产生很大的罪过。从前，玉罗叶龙王以斩龙王的身像来到了世尊面前。世尊说：“你已经破坏了迦叶佛的教法，难道还要破坏我的教法吗？你当以自己本来的身相来听法。”玉罗叶龙王说：“有很多众生损坏我，所以我不能现出自己的身相来。”世尊便让金刚手菩萨保护他，于是他就立即现出一条遍布素有像的巨蛇，头上长着一棵一箩大树，重重地压着，并且树根上弥漫了许多小虫，啃食它。什么？在啃食它感受着巨大的痛苦。弟子们请问世尊，这是什么原因？世尊回答：往昔在迦叶佛教法中，他曾是一位比丘。有一次在途中，一棵一箩大树刮了他的法衣，他非常愤怒，惊毁学处，砍了那棵树。立藏中规定比丘不能砍树，以此以此果报今生变成龙王。如此一切善恶业中，辨别是黑夜，白夜、诚实什么？或是青叶、重叶等。或是青叶重叶等，不用看他的心善不善为主。例如一棵大树的根本是药，那么它的树干叶子也肯定也是药。如果树根是毒，那么叶子
树根，那么树根和叶子也肯定是毒，因为毒根不可能生出妙药的枝叶等同样以贪心嗔心引起的意乐不清净意乐是吧？不清净意乐虽然表面上行的是善业，实际上变成了不善业。如果意乐清净，虽然表面上好像是造恶业，但实际上也是善业。功德章印：树根为药，牙亦药；根为毒牙，何用说？为随善恶依差别，不随善恶相大小。因此，那么从这里我们要知道什么呢？因为就是上面不是讲了一个故事嘛，那个龙王的故事。那龙王他当初呢，就是砍断这棵树的时候呢，不仅是比丘者不能砍树的一个破坏了这个比丘的学处而已，他有嗔恨心的根本。他为什么要砍断这棵树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是刚是从那个比丘的学处的角度来说，他破坏了这个学处，破坏了这个戒律，然后砍断了这棵树的话，那么他如果是砍断这棵树的原因呢，他就是发现了这棵树对很多的众生有很大的不利，然后就会有很大的伤害。所以呢，他虽然是一个比丘者，但是他砍断了这棵树的话，那肯定也没有什么事的，甚至应该也是有很大的功德。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主要就是在他把他自己的衣服挂上了他走路的时候把就是挂到他的衣服的时候，那肯定他的衣服破坏了，或者是什么样，或者是造成不方便，但这个就差不多，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因为造成他自己的不方便。所以呢，他就是有对这棵树呢，就是生起了嗔恨心，然后同时呢，他就砍断了这棵树，所以呢，他就是有这么大的业果。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学到的部分来说到，就我们无论是做任何善事也好，做任何的功德也好，或者是造任何的业，都是根本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这个起心动念，并不在外表的怎么说呢？我们所看得到的这个动作上，主要就是在内心的起心动念。如果起心动念是善的，那么就在这个功德章里面所讲的一样，根本是善，那一切也是会善；那根本是业，那一切也是会做任何事情出来的一切事情也是会变成造业的。所以就像在功德章里面所讲的一样，根本是药，那就是枝枝叶叶全部都是会药的。那根本本身就是毒，那就是枝枝叶叶就根本就不用讲，全部都是毒，一定会是毒。如同这样的，我们修善根怎么说呢？修善根造业这两个区分来说的话，也是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起心动念。如果我们内心的起心动念是正确的，起心动念都是利他为产生的一切起心动念都是好的，但是利他也是看，像比如说从实践人的角度来说到，就一个实践人的角度，就相当亲戚跟亲戚之间，或者是朋友跟朋友之间的一些相互的那些实践上的帮忙，相当就是在你的朋友想要杀人，你就同情你的朋友，或者你就很喜欢你的朋友，那你也去帮他杀人，那这种来说的话，肯定是从短暂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个也是可能是纯粹是为了朋友，但是做的事情呢就是杀人，那种是肯定不行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那么就是为了他人是什么意思？为了他人能够得到究竟利益的一切的事情，那么都是好的，都是善的，所以为了自己得到就是
短暂的利益的一切都是不好的，都是造业的。所以呢，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大家就要学到的部分呢，就是一切都是以自己的内心的起心动念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得要分出去，要分别出来实践人跟修行人这两个的区分。当然，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所有的人都是修行人，已经是皈依了佛门的一个人来说的话，就修行人。这个任何时候都是必须得要跟实践人必须得要分别，一定要很清楚的分别，不然的话，就有的时候就想，那么实践人就是今天是如果一个将军为了国家打仗，那么这个将军是不是也是杀了很多的敌人？那当然，这些杀所有的敌人都是将军，不是为了他自己都可以为了国家可以牺牲的情况下，那么他在那个战场上杀的所有的这些敌人啊，都是杀生，而且是他的所有的嗔恨心。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他能够可以有功德吗？那当然是不对的，因为他是实践人，他为他的起心动念也是并不是什么正确的，而且也并不是什么为了让所有的人得到究竟利益的一个这样的发心。如果说我们修行人为他人所发心的一切都是为他人能够可以得到究竟利益的，为他人不要让他们造业，或者是那么就怎么说呢？有他人的这些怎么说呢？在看到轮回中的痛苦的这些众生，让他们能够可以在得到度化的一些的起心动念，所以这个利他或者是为他跟实践人利他这两个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得要分别出来，不然的话就不太行。如果根本没有牵涉私欲、意乐清净，那么对于佛子菩萨身语其中不善业也有直接开许的时候。那这个我们前天也讲过的嘛，就是我们在那个在出家戒跟比丘戒当中的，在所有的学处当中呢，就是在大乘佛教的菩萨成的时候呢，就是对佛子以及菩萨就有一些是应许的开许的部分。例如大悲山主杀害短目黑人，以及新树婆罗米则对婆罗门女行不进行等有许多这种类似的公案。那么这些方面来说的话，都是对于菩萨，对于大乘佛教的菩萨嘛，也并不是普通人从前释迦牟尼佛曾经转生为大悲商主时，和500位商人一起去大海取宝途中，一个名为短目黑人的凶残强盗企图杀害500商人。大悲商主心想，这500商人全部是不退转菩萨，如果这个人杀害他们，他将会在地狱中住无量劫，感受痛苦实在可怜。那么这500个商人都是为什么是不转菩萨呢？因为如果那个时候都杀死了他来杀死的话，那也许可能他们也会产生嗔恨心，所以就断除他们能够获得菩萨果位的这个怎么说呢机愿，所以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过。同时呢，就是那个想要杀死500个商人的那一个人呢，就造了很严重的罪，所以就是他要下地狱的部分来说的话就不用讲的，那他一定会下地狱。
那么不光是他自己下地狱，然后就是那500个僧人也是500个商人也是，并不是说是那一世只是断除他们的这个生命而已，而且最主要呢就是会断除他们能够可以获得菩萨果位的一个这样的非常殊胜的因缘。那么如果是他们没有遇到这些的障碍的情况下，他们可能继续修持下去，相当于是到了什么时候就能够可以获得菩萨果位的。所以呢就如此殊胜的一个机会呢，就因为这个想要杀死500位僧人的，就这个叫什么断魔什么黑人嘛，断魔黑人，他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障碍，如果是他去杀死了这些以后呢，那他可能是那一世当中会得到一些金钱吧，金钱的利益嘛，但也是他造了那么严重的罪，所以他一定会下地狱。那从地狱里面什么时候能可以脱离，都是不好说的，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罪过嘛。所以大悲桑主是吧？对。大悲桑主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潜意识的他的一个仪式，所以他呢就是发了很大的心，而且他看到了这些的情况的时候呢，那肯定就是他就是第一个为了要救500位的商人，第二个来说的话也是要救怎么说呢，短目黑人那么他自己就发了很大的心，他如果是要下地狱，也是他就非常严厉的那么就不让他们下地狱，不让那个怎么说呢，短毛黑人下地狱，然后就是让自己下地狱，也这样的发了一个这样的愿，所以他就杀死了那个短毛黑人若我杀了这个人，他就不会堕入地狱，只好我自己堕地狱了。这样想了之后，大悲商主以非凡的勇气杀了那个强盗，强盗，以此善念，大悲商主不但未堕入恶趣，恶趣中，反而圆满了7万劫的质量。此公案表面上看，大悲商主是造了恶业，因为他是菩萨亲自杀了一个人因为作为菩萨的他亲自杀了一个人，但实际上这是善业，因为他没有前世什么私欲暂时保护了500商人的生命，并且就近把短目黑人从地狱的痛苦中解救出来，所以是极大的善业。同样，心术婆罗蜜的儿子许多年中在临终吃什么？吃饭尽心，以此他到中取化眼时，一位婆罗美女对他身体贪心，欲绝身亡。心术婆罗明子对他生起了大悲心，与他结成夫妻，以此业而圆满了多少4万劫的质量诸如此类的杀生及破犯尽心也是开许的。那么这些开许都是对菩萨、对大乘佛教的有菩提心的修行者，也并不是所有的人。但是为私欲的贪嗔痴所引起的行为，对何人也没有开许，是对所有的普通的人来说的，因贪嗔痴，然后就是有
引起的所有一切的行为都是没有开许的。自本作人着康着